机械化啊，科技化。啊，其实在希望讲，比方说做这个机会啊，做这个感召，做这个录影，会当咱啊，会当来讲讲咱一贯道的内涵是啥，讲讲咱一贯道对社会活动的精神是啥，讲讲咱一贯道伊伫咧传发的过程又是啥。好，那么师兄就要来甲咱讲的讲一贯道的名称，一贯道名称按倒来，一贯道名称。啊，按两条线索来，两条线索。对文化传承来讲，文化传承来讲的话，就是按孔子甲颜回啊，颜夫子的这个对话来，就是讲孔夫子叫颜渊来啊，是讲这个我道一以贯之啊，这句话历史都真出名啊，时常互咱一贯道弟子啊，而且要讲的讲一贯道就是我道一以贯之，但是这个是个文化传承是对的，如果你传下的传承内底啊，伊要淡薄仔缺失。缺失的所在就是讲，这几千年来，毋是一贯道一直传来，是伫16代祖才传来，这是伫文化传承上是对的，传法的传承上啊，还是有缺失。所以也要有一代这个素质啊，专门做政务班的这个讲座啊，拄着王邦雄教授，他每一次伊就讲，伊讲足奇怪，一贯道弟子来到我研究素质这个条目啊，就提讲我道一以贯之这个题目来问我，啊无就问讲条文道14可以安怎讲？伊讲足奇怪，这一贯道这个信徒弟子才会人安尼，这就是咱对这句话啊有一滴灌溉。啊，这句话是不是成立？可以，如我后啊拄条报过啊，讲就传承上或者啥，传承上或者文化传承是合理的，但是传法上应该按个深入去了解，安尼才好去真正了解。那么这一贯道一对一来，哦，一对一传承，就是以15代祖，啊，清末明初啊。哦，咱的这个民国初年甲清朝末年中间，咱的15代祖王杰一啊，咱一贯道传承内底15代祖。15代祖师王甲一，目前伫学界学界，对咱师尊师母无印象，因为咱师尊师母无著作，没有著作书本啊，没有书本经典流失。伊做译作近代有关咱一贯道精粹啊，就是15代祖师王甲一，伊中有著理数合解、论年夜理。啊，就你个理，啊，个一贯探源，啊，谈经录，都是48份，这种种嘅编辑，和学界真认同。所以目前研究宗教的学者，那讲王杰伊讲历史和解是比这支的，伊讲一贯道啊，有真侪理论会带伫这个所在徛的条卡啦，国语讲或者站得住脚。那么伫一贯探源内底有讲一句话，讲吴太洪三绝一贯。吴太皇三奇一贯，所以名对一贯道，他是在传道。那么这吴太皇三绝一贯又是什么意思？吴太皇三绝一贯，才会当展现着咱佛堂的设备。咱的佛堂设备对吧？咱的女灯或者女烛灯，咱的那边对花灯或者啥，或者太极灯，对不？咱的这边这花灯或者抢天的灯，
啊，其实咱唔是要强调或者皇极，皇极是皇帝的皇才对哈。如果您以前有讲强极，都是讲唔对的，要改进，要改进。那么武太皇三极就是武极、太极、皇极，啊，甲伊串做一伙，串做一伙或者一贯，就是讲咱这个地是安怎来，为天。为武极理天一路来到人世间的这个一条金线贯穿落来，安怎做一贯道？按这来理解，咱传法的过程就无瑕疵啊，就无弊病啊。安尼社会啊，若要咱要到社会人世知影，尤其咱在座有看到录影带的人要了解一贯道，一定要为这个所在如此来了解伊的精神甲内涵是啥。咱武极就是讲武极理天，武极理天，即讲无形无相、无声无头的所在。啊，那气天就是讲咱看会到这个看会到这气象界，看会到这个咱要包括星球这拢是。啊，皇极的皇极就是咱这个所在，地球的地方啊，宋朝理学家就把这个所在讲做皇极。皇极啊，皇极就是有形有相。那么为武极、太极、皇极下当来做成讲三极一贯，甲理天、气天、象天安尼串联起来，就是讲咱的本性，来自理天、武极，来到经过到气天，来到这个人世间的个世界，如果下当经过一贯道的名师传法。这个三宝了后，以这个皇极来修持，会当然啦，会当反气入理，反气甲这个气病啊，把咱这个所感染的气质这款物件拢甲伊去除掉，咱的本性同款会当归本为或者理天的世界，这是按照来做解释。那么以反对的理想来讲，咱是要天人合一，武太皇三极一贯啊，讲起来就是对天人合一。那么这个天人合一啊，是安怎讲？如果咱各位有思考有想，咱即摆办道的精神啊，你甲伊了解，啊，咱甲伊写来就知影吼。这边属天的部分，这边属人的部分，各位有注意到无？一边是天，一边是人。按咱呢，刘太皇三极，武极理天，咱的信仰就是咱中尊有写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赞。对不？咱来，尤其来这个心理讲堂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老母的全名啊，老母的全名、全含名就是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赞。这就是咱一贯道咧讲的老母，伊含义伫遮。所以为武极开始这明明上帝安尼咱感情或者老母。或者老母啊，我拢定来安尼解释，各位可能捌听过。因为中国人对这个庙非常的这个敬重。就咱出世来讲，咱先爸妈妈巴肚来10个月，咱爸爸来巴肚来10个月，所以对妈妈拢特别较亲切。美国人是父权社会比较重所以因离婚啊种甲大汉甲细汉妈妈换不落的安尼，所以因的相对啊对啥？因为相对啊，天赋咱的相对啊，对啥？老母，
是共的啦，是共的所以真心切的代志真心切，所以他们的上帝叫天父我们的上帝叫老母其实在咱中国人有拜老母无？你看，中国人有拜上帝无？有啦恁捌拜无？你是伫佛堂寺了都拜，恁以前捌拜无？我讲以前捌拜无？唔捌啦，捌敢捌？安怎捌？拜天公，有人讲拜天公，其实在咱中国人拜上帝拜甲拢唔知黑白拜，黑白拜安怎拜你知无？因为咱过去咱中国社会是皇帝制度，你知无？皇帝制度就是讲天主。所以伫咧咱的数字内底讲，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会当拜上帝。你知影孔子迄阵是做大官，你知影伊对皇帝去拜上帝，会当有影斋戒沐浴，民间袂当拜，民间拜要去拜天公。安怎讲？因为咱的皇帝叫啥？天主，天主拜上帝。你嘛捌变拜天地呢？天主拜上帝，你嘛捌变拜天地呢？咱是天主的子民咱变天孙那个，咱变天孙咧，天孙拜天公就对你对这理论是对合理的你慢慢等于思考，这是中国人来的所在所以讲，对老早咱就咧拜老母，老早咱就咧拜上帝，咱就是拜甲唔知，拜天公，对个，大家拢甲天公当做王，拜天公，那合理啦，那是天天的主神嘛，若你天的主神绝对是上帝，这一定的嘛。所以讲到伊就是按这个信仰主神为老母开始，但老母开始以来。咱伫这个所在就是要叫什么人来带咱转去？就讲电视镜头头前会解决咱伫民国，咱大家拢就是贪金痴爱，尤其即卖文明社会什么毋是对咱的？什么毋是互咱感觉呢？放不来的。那么你要安怎办？你要安怎离开？你要安怎种种你拢透过。他的思虑，透过修持的功夫，透过一段时间的练尼你唔才有法度真正大家讲伫这个现代社会伫咧修行，内海甲那去挂目镜，去开外去调车，去食足好的，毋过身体诚善良，修养修诚强，修行修诚好，对人嘛是安尼像古早和尚古早的大师你去度人就是共款。虽然咱是穿西装，差别就无剃头，无穿这个戴好安尼所以什么拢共款，什么心地拢共款，这就是去讲到行入人世间道，就完全咱多数就是你的。